鄧家彪議員。多謝主席。香港我哋個名咧有個港字，就係港口個港咧，當然同海洋經濟有個好密切嘅源頭。喺歷史上，我哋而家十分重視東江中隊嘅貢獻。東江中隊嘅創辦人曾新咧，就係廣東嘅惠州人。咁啊，跟爸爸咧澳洲咧就行船。咁呢位曾新先生咧讀完中山大學之後咧，當時都係名校咧，就去咗香港海員工會嗰度咧做秘書。跟住咧海員工會因為咧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咧，發起對日商船嘅罷工，俾當時港英政府取締。咁呢位咧海員工會嘅秘書就因為我哋中國，我哋香港海員係最愛國嘅，咁所以咧就翻去祖家變賣田產，成立第一支抗日嘅游擊隊喺我哋華南地區。咁你諗下，曾新先生海員工會、海員大罷工，全部都同個海嘅有關，所以我哋香港咧真係咧喺海洋經濟嗰度咧係有個光輝嘅愛國歷史。好啦，講翻現在同埋未來，我哋拼經濟。我作為九龍東嘅議員呢，都要諗下九龍東有咩對於海洋經濟嘅貢獻。一睇貢獻潛力十分之大。我哋九龍東嘅範圍呢，其實講緊九龍東核心商業區 CBD 係包括咗啟德新區、九龍灣同埋觀塘傳統商貿區。當然大家都可以望埋今日呢，茶果嶺啦、油塘都有一啲嘅轉型變為綜合發展。喺呢一個嘅地域裏面，最少有3個空間係適合做大型嘅遊艇會或者遊艇泊位。一個呢就係啟德嘅舊跑道兩旁一邊呢，兩邊其實就係啱啱有個啟德體育園喺跑道頭啦，跑道尾就係郵輪碼頭啦。其實兩邊嘅水體都係適合呢係做遊艇泊位，而更重要，當我睇到香港仔都有個撥款22億做遊艇會嘅時候，香港仔冇關口嘅喎，冇通關設施喎，但係啟德郵輪碼頭就係有通關設施啦。本身係咪適宜做一個遊艇嘅，尤其國際遊艇嘅一啲嘅泊位或者係一個嘅遊艇會呢？然後第3個位就係呢6月15號好快油塘工業區嘅標誌水泥廠就會全面咧停運，係邁向咧係成為綜合發展區。咁油塘灣係個 U 型嘅灣位，之前有位好朋友李秀恒先生就交晒報告俾發展局，就提出嗰度可以咧係做一個國際化嘅遊艇會，最少泊到200隻遊艇，用嗰啲魚骨嘅嗰啲嘅通道啦，加一個咧大概0.7、0.8公頃嘅防波堤就成事啦。咁所以咧，其實我哋九東 CBD 一講已經有3個地方咧係適合做咧係有管理嘅遊艇會或者遊艇泊位。同時間咧，其實好多嘅水上運動嘅項目，無論係風帆定係龍舟咧，其實對於我哋九東咧好獨特嗰個水體，即係一個橢圓形，就係跑道區同埋觀塘海濱遙遙相望加個防波堤，其實係一個好天然嘅大型水上運動嘅賽道。國際龍舟邀請賽咧，大家都知咧係總會已經落戶香港，亦都係睇準呢個水體。咁所以咧，其實我哋九東 CBD 對於發展遊艇啦、水上運動啦、水上活動啦，其實係好有潛力。更加上我哋九龍東就係喺香港最漂亮嘅東海岸嘅嗰一邊。咁由油塘出發又好，觀塘出發又好，去西貢係最方便，去太平洋亦都係最方便。咁所以咧，希望咧特區政府發展海洋經濟，如果尤其講水上活動以及係遊艇經濟，唔好忘記九龍東。但係九龍東，如果我哋再拉大啲，我九龍東嘅社群裏面有個最厲害嘅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科技大學有個喺國際海洋尤其勘探同埋咧生物資料庫係十分之著名嘅錢培元教授。就係佢一手創辦咧科大嘅海洋經濟系，海洋學系咧，唔係經濟。咁過去幾次我哋國家重器一啲深海嘅科學嘅前艦嚟到香港，都係經錢培元教授去撮合，引領一個國際性嘅科學團隊。所以我哋大九東包埋科大，其實係最有潛力做海洋經濟。希望特區政府多多關照。本人謹此陳辭。